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收看客家名路福建，我是图书中阿忠古。今日老大家今好来分享的主题是乜嘅咧？就是运动，方言意思就是运动。唔知大家平常时有做运动冇？做运动之前，因为做哪道嘅准备咧？韩国人係啲哪片来做运动咧？今日课程會分作5台，會對球類嘅運動嘅時節會有哪道嘅計劃？韓國運動家下會注意哪道事情？還有運動比賽嘅4台，最尾一台係來複習今日學到嘅哪道詞彙韓國記嘅。啲今日課程地圖咧，你會學到做運動家下會讀到哪道嘅情況？韓國用冇咁樣嘅詞彙留記嘅，去形容去表達你讀到嘅事情。實地就本嘅你來進行基本嘅課程了，唔係大家平常時啊，自家做運動家下，然後自家一上嘅啲副卡度來做居家運動，也係講唔當好操盤嘅，而我會將係去運動片啊，去健身房啊，咪有千多無樣樣嘅選擇。唔過咧，人講啊，人生來就係愛田土嘛。你要保持好身材，天生要多多運動，當做係有空間、有獎、有引導，錯冇啊！沙丁呢就本大家向下來看一下啲運動片係獨到嘅上獨頭嘅兩三年，到底會發生哪一道事情呢？本你向下來看一下了。